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骨头含烧无症状，若是跋倒、后续一连串手术、照护等等的过程是真久佮痛苦。台中大家有一个骨科的医师改变歌曲，自弹自唱，佮来拍影片，用轻松的方式，甲民众讲预防骨头含烧的重要性。骨科医师兼可伦改编老歌，优美的旋律是互人听甲最棒棒。我们一直在呼吁民众，因为骨质疏松它是没有症状，所以讲3次。所以往往当你发现骨质疏松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已经骨折送到急诊室来。骨头含烧到底偌可怕？拍开模型一个看，倒边健康骨头密度较悬，若含烧的骨头得变薄，会让甲真大胖。那原本也抬头挺胸，背部后脑勺可以靠在墙壁，背靠在墙壁上，后脑勺可以贴到墙壁，发现不行了，这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胸椎已经有驼背的状况。当发现新冠倒球、翘骨变严重，就当去病院做骨头密度的检查。医生嘛提醒民众要有运动的关系，金拍热敷奖，才当支撑身体，骨头嘛较袂疼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